加油。样子，直播怎么样子啊？直播是怎么样子？啊？没有啊，要看人说啊。哎呀，现在这一台很稳定哦，不会去乱封锁哦，除非乱的才会封锁哦。哎呀，这个影片留着，不可以删掉哦。要真的能告，不然会被告诬告。这个我知道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谢谢你，好不好？小帮手可以露脸吗？我再讲最后一次，小帮手不是鲁鲁，好不好？就这么简单了，好不好？李宏伟，你要双视讯，请问有什么事情吗？来，小弟甲你请教借问一下，有啥物代志无？哦，你不要讲话，人家在直播了哦。来啊，蔡丰吉，你你讲什么？蔡丰吉大大，蔡丰吉大大，你讲什么？没有啦，拍谁啦？我不是什么东西啊，我没有很臭屁啊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来把蔡丰吉封掉。来啊，小帮手，那个007直接封锁掉就好，不用解锁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讲话，我再讲一次，我在直播，不要讲话。不是说你，我不是用你的，你闭嘴啦哦！就跟你说，我直播不要讲话，每次都讲不听呢。你很爱讲啊，来直播给你卖好了。来，各位，想要买赖打的打想买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，想要买打火机的打想买，想要买打火机的打想买，好不好？想买打火机的说想买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林家贤封锁掉。
来按怒的封锁，来被封锁的永不解锁哦，其他的人我不管，来按怒的封锁。想买哦，就卖一标，我就关直播了。来，各位，没有卖一颗。来，防风的打火机哦，来金色的防风的，没有油可以逛油。来，各位朋友，10颗200，要的私讯。10颗200块，运费80，全部得标私讯我 IG COW778899。778899 COW778899，要的朋友10颗200块，运费80块，要的全部私讯我的 IG COW778899，我得马上私讯，我得马上汇款，马上出货，不可弃标，弃标者直接封锁，没有错啦，防风的啦。没有油可以逛瓦斯。被封锁没有再要求解锁什么谁朋友了，好不好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来要的朋友200打加1，10支200，我的运费80块。来按怒的封锁。来338位朋友，粉丝团记得按赞、设定、追踪、抢先看，好不好？一盒50个不用1999，外含运费啦，999块含运啦。338位朋友，粉丝团最基本的，帮我按赞、设定、追踪、抢先看，好不好？来啦，按怒的继续全部封锁。现在针对按怒的来乱的就封锁了。按怒的就封锁了哦，我有警告了哦，你按怒就封锁了，弃标就封锁了。振勋券买吗？振勋券没有收。在我这一台不用讲到谁，跟我没关系。来接单，要的全部私讯 IG COW778899，要的全部私讯 IG。来要的朋友，现在全部私讯我的 IG COW 哦，COW778899，振勋券没有在收哦，你去别的直播台买啦，你可能跑错台了啦，好不好？你可能跑错台了，反正本来就是没有在收那个振勋券，好不好？
不好意思，那个孤大本来没有面交，暗路的封锁。置顶的这个是我的 IG 哦，感谢这位张家伟大哥帮我打上来我的 IG 哦。来啊，直播关掉了，300多位朋友掉到200多位哦，记得按赞追踪抢先看。小帮手，我下播你先忙，一样把暗路的假账号说明全部封锁掉，其他正常打字的不用封锁，把暗路的说明封锁掉。哦啊，这个 N 大也是假的，就把它封锁了。哦，来直播关掉。李怡恩不要再洗版了，再洗一次就封锁了啊！来，把李怡恩封锁掉。哦，不正常的就把它封锁了。哦，乱的就封锁了啦。哦，什么咖啡、牛奶什么的，我就封锁掉了。啊，各位朋友，开1个小时了，哦，快1个小时了。来啦，我先吃东西啦，晚一点看怎么样再说了哈。粉丝团记得按赞、设定、追踪抢先看。好，来，拜拜。